大家好，我係原來鄭桂蓮元神宮導師，喺呢度祝大家馬年馬到功成，馬上行運。呢一集嚟講下屬龍、屬蛇、屬馬、屬羊生肖嘅運程。首先講下屬龍嘅朋友喺2026年呢，就係吉凶參半，靠努力轉運。但係今年就有天解星注入，危機就可以化解，但需要呢嗰個小人暗中妨礙，喺之前好耐都未解決嘅問題，因為有天解星，今年呢就可以解決啦。咁喺健康方面就要注意腸胃容易敏感，皮膚又容易敏感，注意飲食衛生。化解嘅方法呢，就可以佩戴呢個生肖猴鼠飾物，喺西北方呢，就放一個金屬嘅風鈴，擋住小人嘅是非。好啦，跟住就係屬蛇嘅朋友。屬蛇嘅朋友呢，今年嘅運勢就會慢慢向上，屬於先苦後甜。到3月至5月呢，個機會就比較多，比較忙碌啦，就按部就班。年底就容易有升職加薪嘅機會。喺人緣方面呢，6月就要防小人。財運呢就以正財為主，今年財運都係穩定嘅。咁增旺自己嘅方法呢，就係可以帶生肖雞牛嘅飾物，多啲着藍色嘅衣服，可以平衡火氣嘅。跟住落嚟就係屬馬嘅朋友。屬馬今年呢就係值太歲啦，二手為上。太歲之年呢，就運程起伏好大嘅，而低調啦、謹慎啦，忌重大嘅變動。情緒呢，就唔係幾穩定嘅，唔好衝動咁轉工要多啲同人哋溝通。心情呢，就要平靜一啲，平靜一啲，唔好咁燥。今年呢，就都會脾氣都好火爆嘅。咁健康呢，就容易有血光之災，注意交通嘅安全，就適合去捐下血啊、洗牙啊、認下數啦。咁要帶翻一啲生肖就係虎啦、狗嘅飾物嚟平穩住今年嘅起伏。值太歲當年呢，你整年呢都盡量做多啲善事，大大小小量力而為咁做，不斷咁做，之後嚟緊10年呢都會好平穩噶啦。好，屬羊嘅朋友，今年呢就係六合吉年喎，貴人運極強啦，得到太歲嘅眷顧，人際和諧，機會呢就自然嚟啦，容易得到上司嘅賞識，拍檔嘅支持。喺2月到8月呢，有唔錯嘅機會，理財呢穩健，收穫豐盛，感情呢都好順利嘅。咁呢集呢，呢個屬羊嘅朋友呢，就桃花比較旺盛喎，如果結咗婚嘅呢，就需要謹慎啲啦。如果單身嘅呢，就留意一下，爭取呢個桃花旺盛嘅年份啦。增強運呢，就可以帶生肖兔同豬嘅飾物。喺西南方呢，就可以放呢個黃水晶，加強自己嘅財運。呢集就講到呢度，請大家動動你嘅發財手，同我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祝大家馬年馬到功成，馬上轉運，馬上開運。多謝晒，拜拜。